步步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沉重，然而又是那样的坚定。一天，一月，一年，岁月是那样的漫长，那样的无情，然而又是那样的公正。70年人生，风风雨雨，50在舞台，悲悲喜喜。舞台是他的生活，舞台是他的生命，舞台是他的全部世界。人老了，身残了，嗓子沙了，他无法改变大自然的规律，可同样，大自然也无法磨灭他热爱舞台的痴情。他依然站在这个舞台上，用生命的余晖去照亮这个有限而又无限的空间。1919年12月1日，他出生在浙江新昌西门外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贫穷小山村里。家乡的青山绿水虽然无法改变他的贫困，但却以天地的钟灵毓秀哺育了他的灵魂，浸润着他美丽善良的心灵。他10岁学戏，14岁出科，16岁专攻小生，20岁就像一朵小花蕾，在上海越剧舞台上初绽花瓣了。凭着天资聪颖，更凭着刻苦勤奋，他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文能唱作孽，武能翻打爹。除了本行生角，他还能演花旦戏，能演丑角戏，能演武生戏，能演老生戏，甚至连黑脸包公他都能演得活灵活现。一个艺术家能有如此丰富的艺术语言，能包容如此博大的表演宽度，足见他对社会和艺术的深湛理解和独到体验。不仅如此，他还从越剧男班小生和京昆名角于振飞、叶盛兰等的表演艺术中吸取养料，悉心钻研，不断实践。1940年秋，就在上海挂了头牌。他爱桂花，桂花傲秋风而开放，留清香在人间。在他看来，这正象征着傲岸不羁的人格。他把原名尹喜花改为尹桂芳，以表明心志。他经常接触电影、话剧，新文艺的现实主义方法使他对旧越剧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欲望。1942年，当袁雪芬倡导越剧改革时，他便积极响应并投身其中。他请来了洪英、韩毅、兰流、徐进等同仁担任编导，在龙门大戏院
演出了云破月圆、沙漠王子等一大批志在改革的新戏。以他为首的芳华对越剧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7年，为了争取越剧的社会地位，他又毅然放弃了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拍摄电影《风流王孙》的机会，投身到越剧十姐妹的行列，参加了著名的《山河恋》大义演。当义演受到阻碍时，他又和袁雪芬一起与当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袁雪芬至今还说：“我永远忘不了尹大姐所做的一切。”尹桂芳钟情于艺术，艺术也没有辜负了她。在不断的学习、改革和实践下，她的唱腔和表演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尹派艺术，被上海越剧观众公认为越剧皇帝。但见那边会珠帘，中间一对毛驴妹，用手上前抬一抬，为什么青天白日门关紧？听得那边无声声，不见娘子黄帝声。后旁还有自唱的，敢唱响来宽分明。哎呀，唱开高来看不见。哦，有了，眼快上头就看得清，横水巨木向南望，只见一间小草，小小香台朝上摆，父母叫一分两旁，三枝清香炉中茶，粉蔬菜要桌上放。第一碗白香红灯天堂肉，第二碗有点鱼儿破皮香，第三碗香橙蘑菇炖豆腐，第四碗白菜香瓜炒千张，第五碗酱烧葡萄浓又浓，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他的唱腔自形成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风靡乐坛，传唱不绝。在越剧界演小生者中，学引腔的为数最多。所谓十声九引，就很形象地道出了他对人们难以抵挡的诱惑。尹派唱腔韵味醇厚，淳朴隽永，低回流畅。起腔是尹派曲调的一大特色，他的起腔与众不同，感情深沉，特别柔和。娘子，娘子妹妹变素
也是尹派唱腔的一大特色。尹桂芳常用几十句乃至100多句大段叙述性清版，通过速度节奏的不断变化，逐层推进，以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种在大段唱腔中进行的层次性结构布局，打破了越剧唱腔4平8稳的状态，显示了它独到的功力。得到黑人样样明，大武人家教随民，民警要随无良民，中等人家教随民，谁弱谁坏没点心，贫穷人家教随民，不要银子分二分。倘若家中有小儿，先生还要送礼金，到天动地24分，送接小儿马高兵。尹桂芳的表演讲究手眼身法步的和谐运用，演技精湛优美，潇洒细腻。他还特别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1954年华东戏曲汇演，他主演的《屈原》获表演、音乐和剧本3项1等奖。他在该剧中一扫越剧小生的脂粉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饱经忧患却始终矢志不渝的封建士大夫形象。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尹桂芳没有为我们留下影视资料。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她在身体致残尚未康复的情况下的演唱。上草为我居心多反复，问上草为我做事太荒唐，忠良无才遭杀戮，武功的风沙，君王你为我才人头，君王无道为我还来称君王胜利。胜利你在无方，说掉高高望在上，既说是贵人之事不了吗？万不就是什么地牛与天堂，看人害怕颠倒，无是非，浑浑噩噩梦一场，一样为因为呀，往事既往，君不见，却愿花袍高在四目上，为我不能自过你分家方。举目看天地愿望，与
大将儿在一起。也是李健才撇9天，他光顺顺变化万千，须知黑暗撇开。哦，明日雷公击破灰魔，震耳轰隆，威力无穷。1959年，为了支援福建前线，尹桂芳放弃了上海优越的演出条件和生活环境，率芳华越剧团到福建安家落户。在那里，他演出了《谈妻索妻》《红楼梦》和现代戏《江姐》等剧目。他像个垦荒者，把越剧的种子撒向东南沿海的闽方言区，为越剧走向全国又争得了一个艺术空间。这样一位在艺术上和人格上都值得称道的好人，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劫难。他终于积愤成疾，半身瘫痪。他失去了健康的双腿，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潇洒自如地表演了。有什么比一个表演艺术家失去表演能力更痛苦的呢？然而他并没有倒下，他那醉人的唱腔依然像一束金桂，向大地，向长空，透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我哭泣无力言，我与你今生又是亲兄妹，那时候两小才共枕眠，到后来我与妹妹都长大，共度西厢在花田。到若是破釜掏心真情态，妹妹是心头早有看不厌，到如今无人共把西厢渡，可怜我伤心不过梨花凋谢。记得你一红月上了一枚岗，你是人不关心也不眠，妹妹呀，你为我一往情深把冰天，我为你是醉里梦里长相念。他用一拍到童话化作烟，总以为美梦音乐已现前，想不到林妹妹变人宝恰原来你被逼死，我被压你就忘不拢多是我还世上碰到无三七，别怕你美娘子
是什么力量，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对尹桂芳的声腔艺术表现出这种如痴如醉的偏爱？也许我们会发现，正是他那低回轻吟、淡泊自许的韵味儿，抚慰了一颗颗苦难的心灵，熨平了一道道人生的疤痕。当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得太累时，他一定会喜爱上尹桂芳的歌唱，因为他从本质上歌唱着人生的美丽，歌唱着生命的艰难与倔强。他的歌唱让人体验到一股汩汩不绝的生命之源，它渲染的正是那人世间最圣洁和最温馨的同情之心。他的歌唱是一支生命的绝唱。他没有孩子，可他并不孤独，他有众多的学生，一朝一夕，一板一眼，一个接一个，一代传一代。他像春蚕吐丝，像红烛焚身，把自己的生命化为温暖，化为光亮，去滋润后来者。尹小芳、赵志刚、毛微涛、萧雅，一大批尹派传人似雨后春笋脱颖而出。当初是用心良苦扫魔鬼，曾见他一笑时光佛神明，过目啥时去过尽本地江山难看你，更何况当年黑公早已亲，母子们相依为命20层，母子儿
真，这是海的恩啊，是山的情。静静记上我自心。水长流，是为了汇入大海，获得永生。桂花默默的芬芳，是为了把生命化作馨香，长留人间。50年前，他从这儿起步，他身后留下的是一条闪光的痕迹。如今，这堵残墙成为一个神圣的祭坛，他把50年的奋斗升华成一种力量，凝聚为一种价值。人生还有比这更高的意义吗？